各位，如夢初醒係咪？各位，如夢初醒嘅係咩咧？大家要知道，微笑劍后江文慧，佢與其話係世界級嘅劍擊手，倒不如話係強國級嘅世界女。真係 world class 㗎，不過係世界女咁嘅意思。劍后原來係世界女，今集就同大家講呢樣嘢。事關江文慧未當選做立法會議員，已經成功打入權貴圈。嗱，江文慧呢，可以話微笑與智慧並重。香港小姐呢，就係美貌與智慧並重，微笑劍后呢，就係微笑與智慧並重。江文慧唔單止有可愛嘅微笑，佢仲有可觀嘅智慧，因為佢仲未當選做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咁呢樣嘢當然係寫在牆上啦吓，已經可以預祝買定香檳、買定鮮花送俾佢咁整定個劍擊嘅蛋糕，大蛋糕俾佢都得噶啦吓，即係寫在牆上噶啦。但係而家都仲未當選啊，12月7號先至投票嘅。總之佢仲未當選做呢個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啫，就已經成功打入到權貴圈。如果打一個比喻咧，就好似咩咧？就好似一個姐仔，佢都未加盟呢個 CCTVB， 就已經可以出席啲富豪飯局，仲係唔係5000蚊一晚嗰隻喎？可能係5萬蚊一晚，甚至冇50萬一晚嗰隻喎，厲害厲害！嗱，根據 AM730嘅報道咧，江文慧同呢個演藝同呢個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候選人霍啟剛已經做咗一屆噶啦，而家角逐連任所謂攞硬噶啦。呢度亦都解釋到呢，江文慧唔會唔循呢個體育界去參選啦，即使夠資格都唔會循呢個體育界去參選，因為冇得俾佢循啊。霍啟剛得喺度咧，邊個可以選到咧？唔得噶嘛。之前2021年做咗好多屆嘅馬逢國都要讓路俾霍啟剛係咪？人哋話晒霍英東、霍震霆，霍英東嘅長孫，霍震霆嘅大仔，即係長子的孫，係嘛？有乜好講？就係咁嘛。總之咧根據 AM730嘅報道，江文慧咧就同呢個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候選人霍啟剛，同埋呢個選舉委員會界別2位候選人莊家彬、范海杰咧，就夾份租咗長沙灣長江工廠大廈其中一個單位咧嚟做聯合競選辦公室，個理由係慳翻啲競選經費。哇！真係感人屁股，蕩氣回腸，哇！真係貼地真係咧知道民間疾苦係咪咧？係真係啊！嗱，總之呢個理由好似好貼地，但係實際就假假地，不過其實都好假噶啦點解咧？你唔使講乜啦，事關單係霍啟剛同佢嘅嬌妻中國國寶郭晶晶去是但去間酒店度食個 dinner 咧一晚食嘅錢咧，可能咧都已經超過嗰個辦公室1個月嘅租金噶啦，就係咁咯，就係工廠大廈添，係咪？咁所以咧真係假假地。
所以個實情唔係咁，呢個就係表面嘅啫。同呢個國產007，佢表面上係一個蘇跑，實際上係一個風筒係一樣道理嘅。實情應該係啦，個劇情啊，應該係咧由阿霍啟剛牽頭，就同呢個莊家彬、范凱傑就建立更緊密關係，以便咧日後佢哋可以喺立法會嗰度咧發揮更加大嘅影響力。埋堆啊，簡單嚟講吓，而江文慧知道又想 join 埋一份，咁霍啟剛佢見佢喺體育界舉足輕重，喺馬會亦都有人脈，咁當然都預埋佢一份啦。總之從呢個角度睇咧，大家就睇到江文慧真係好叻女咯，係咪？生女就應該生呢隻咯，係咪咁講啊嘛？係咪？事實上，霍啟剛、莊家彬、范凱傑，當然仲有其他啦。而家賬面睇到呢3個人咧，都可以話係中共可以接受嘅香港新一代權貴即係佢哋全部都好後生㗎咋吓。逐個講啊。嗱，先講霍啟剛啊，46歲嘅霍啟剛咧，頭先講過啦。係霍英東嘅長孫霍震霆嘅大仔，咁霍震霆當然就係霍英東嘅大仔啦所以佢係長子的孫。佢老婆係中國國寶郭晶晶，咁亦都做過咩港協暨奧委會嘅副主席，係嘛？亦都做過全國青聯嘅主席副主席呢啲咁嘅嘢咧咁你咁樣睇咧，佢喺內地嘅人脈係既深且廣。係好犀利噶嘛，係嘛？外國商人紅色商人做咗幾十年嘅。霍英東喺韓戰嘅時候已經開始咧，幫大陸運盤尼西林、運藥品、運軍火，係嘛？咁你諗下啦，攞條命去搏噶嘛？係1950年開始幫手，而家幾多年啊？請問係咪？而家75年噶咯。係嘛？有幾多個香港商人有咁嘅關係咧？係嘛？共產黨又好睇你噶嘛？有冇呢啲咁嘅往績噶嘛？佢有啊嘛。所以咧，呢個香港最信得過嘅商人嘅第3代長子的孫江文慧絕對係黐得過，更何況霍啟剛仲係香港體育界嘅大哥大。霍啟剛仲係咧香港體育界同內地體育界聯繫嘅超級聯繫人就係咁啦。點就點都一定好似咧萬能膠咁黐到實一實啦，好似糖黐豆咁黐到實一實啦。呢個都不在話下噶啦。亦都放風咧，都係話係因為霍啟剛，所以江文慧咧就join埋呢個競選辦公室嘅好啦，第2位。就係45歲嘅莊家彬，可能唔係咁多人識佢實大有來頭。佢係咧活躍於香港同埋東南亞嘅地產集團、莊氏機構，即係雖然中型啲但係都係地產佬嘅第3代揸 fit 人，亦都係第3代，同霍啟剛一樣45歲，差唔多同代人啦佢亦都係中國全國青聯嘅常委。江文慧都係全國青聯常委大家都係着埋坐埋一條船啦就係咁啦總之咧，對江文慧嚟講，呢位莊家彬咧，可以話繼信和同恒基嘅頭之後咧，都係另一個絕對識得過、絕對黐得過嘅金主力。好啦，至於話現年38歲嘅范凱傑大律師咧。佢雖然咧個 CV 就冇霍啟剛同莊家彬咧咁靚仔但係咧就得到外國資深大律師、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嘅加持，係嘛？加上近年咧呢個范凱傑咧就瞓身踩入浸會大學嗰度咧教書，就教乜嘢咧？教港版國安法，教咗幾十場嘅啦話所以咧，絕對係咧
中共都覺得喺香港需要嘅一啲嘅法律喉舌，唔好淨係湯渣華先得噶，係咪？唔得噶嘛，係咪？75歲啦，係咪？而且呢個都未必信得過啊！呢個范海傑就信得過啦。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嘅發起人之一嚟噶嘛，人哋咁多年前已經係30出頭，已經係一路傾呢樣嘢啦，係嘛？所以一路愛國啊嘛，係咪？所以咧都可以話係江文慧啊識得過嘅人，係嘛？咁啊，即係正如江文慧喺馬會嘅老細譚志源，即係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前全國人大代表呢個譚志源教佢嘅，識人好過識字啊嘛。佢而家就身體力行啦，呢個人都識得過嘅。咁小弟一早已經同大家講過啦，江文慧呢次參選咧，背後嘅幕後黑手，你可以話好聽啲，幕後推手咧，就肯定係呢位譚志源啦，就係咁啦。咁結論好簡單啦，江文慧嘅所作所為咧，以前就叫攀附權貴嘅，係含有貶義嘅。而家唔同咯，而家咧就叫做向上社交，聽唔聽得明？英文叫做 upward socialization，upward socialization 向上社交就係超級勵志以前攀附權貴含有貶義，而家向上社交十分勵志。哇！由此亦都足以證明佢呢種體育精神果然真係適用於所有界別嘅。新一代學嘢啦，我呢啲老一代咧，只可以講一聲陰莖，陰莖，大陰莖，拜拜。